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，今集同大家喺消防處睇下點樣註冊成為消防承辦商嘅3級啦。咁1、2級就係公司牌嚟嘅，咁而3級咧就喺年檢嘅時候咧係可以檢查消防栓、火筒啊等等嘅。年檢咧就係1年做一次啦。咁呢度咧就係會可以檢查嘅一啲物件啦。咁而再落咧，大家咧就首先咧會有一個叫做筆試先嘅，咁我哋咧就同大家睇下啦。到嚟筆試咧，考試要求咧就係要21歲以上嘅，係要做45條選擇題啦，考試時間45分鐘，合格要80分嘅。咁考試內容都幾多下嘅。咁而參考題目呢度咧，咁佢入邊咧有5條參考題係俾大家去溫習嘅。考完筆試之後，大家就睇下呢個工藝試啦。入到嚟，大家見到工藝試係考40分鐘啦，咁我咧就要去整呢個消防樽嘅。咁聽行家講呢一個工藝試嘅合格率都係比較偏低嘅。仲有一啲參考資料係俾大家去溫習嘅。當你考完筆試同埋工藝試之後咧，咁仲有一個咧係需要面試嘅。咁面試完之後咧，仲會檢查工場嘅。咁而家再同大家睇下，落到嚟睇咧，大家就會見到啦。咁啊要有一個10平方嘅一個工場啦。咁啊，同埋咧3級咧係需要買一堆嘅工具咧，咁擺喺工場嗰度嘅。咁呢堆工具申報完之後咧，會有一啲標籤咧係貼喺呢啲工具度嘅。若果消防主要去抽驗嘅時候咧，咁啊喺工場度要見到呢啲嘅工具係有編號嘅，所以要申請3級消防咧，難度都係好高嘅。希望今集分享幫到大家，拜拜。